本節目所分享之內容均取材自歷史檔案、新聞報導、民間傳聞及相關知情人士之口述，部分情節、對話或人名已進行藝術化改編與適度化名處理。節目旨在探討昔日社會案件背後嘅成因與人性掙扎，藉此反思時代變遷並保留本土都市記憶。所有情節不針對任何特定機構、在世或已故人士，亦絕無意圖誹謗、影響司法公正或侵犯任何實體之合法權益。節目中除公開資訊外，其餘情節如有雷同，實屬巧合。今日要講嘅呢單案件，發生喺1951年11月5日，灣仔駱克道359號4樓一個尋常嘅唐樓單位。呢單案當年震驚整個東南亞，亦都成為香港犯罪史上一個沉重嘅印記。佢之所以咁轟動，唔單止因為行兇手段殘酷，更加因為兇手喺作惡之前，竟然預告話要上演一場六國大封相。呢句說話令到呢宗倫常慘案從此同六國大封相呢句俗語永遠都連結埋一齊。故事嘅主角叫做朱成才。據了解，佢喺大約1920年出世，原籍廣東。早年曾經喺國民政府軍隊入面服役，跟隨部隊輾轉調動，見過戰爭嘅殘酷，亦都習慣咗軍旅嘅紀律生活。然而，國共內戰後期，大局已定，大批軍人退伍或者係撤離。朱成才就喺呢一個混亂嘅時勢之下，選擇咗嚟香港投靠佢嘅兄長。一個曾經為國家效命嘅軍人，點解最後會變成一個奪去至親性命嘅屠夫？呢個悲劇嘅種子，早喺佢嚟到香港投靠兄長嗰陣就已經埋下咗㗎喇。香港喺戰後百廢待興，大量移民湧入，房屋短缺，就業困難。一個大男人寄人籬下，喺當時嘅社會氛圍下，自尊心難免受到考驗。佢兄長一家窩居喺駱克道嗰個唐樓單位，空間已經極為狹窄，再加上朱成才嘅出現，令到原本已經捉襟見肘嘅居住環境就更加逼仄。據當年嘅報章輿論同埋後續嘅資料整理，朱成才寄居期間同屋企人之間嘅關係並唔和睦，經常因為生活瑣事同埋金錢嘅問題受到冷嘲熱諷。有傳聞指佢嘅嫂經常以尖酸嘅言辭數落佢，指佢白食白住冇出息，甚至話佢唔係一個正常嘅男人。呢啲說話日復一日，好似刀割咁樣磨蝕緊佢嘅理智。呢啲積累落嚟嘅怨氣，並冇隨住時間沖淡，反而就好似火藥咁喺呢個狹窄嘅居住空間入面不斷咁醞釀。案發之前，朱成才已經同家人因為一啲金錢糾紛爆發過激烈嘅衝突。據了解，當時佢曾經向兄長提出借錢嘅要求，希望能夠籌集資本做啲小生意，脫離寄人籬下嘅生活。然而呢個請求遭到咗拒絕，甚至換嚟一輪恥笑同指責。喺佢盛怒之下，講咗一句後來成為案件關鍵標記嘅說話：我要上演一場六國大封相。呢句說話出自戰後流行嘅粵劇同埋民間俗語，典故源自於戰國時期蘇秦掛六國相印嘅故事，後來喺粵語入面演變成為大龍鳳同大混亂嘅代名詞。佢嘅意思係要搞出一場轟轟烈烈嘅大場面、大廝殺。當時身邊嘅人可能只係當佢發晦氣，甚至係戲言，冇人估計到呢一句說話最終會一語成讖，而且以最血腥嘅方式應驗。時間嚟到咗1951年11月5日，呢一日據案情重組推測，朱成才似乎已經下定咗決心。佢喺清晨時分，趁住屋企人仲未完全清醒嘅時候，攞起預先準備好嘅利器，據講係一柄鋒利嘅柴刀同埋一柄生果刀，首先向佢嘅兄長同阿嫂落手。現場嘅環境極為狹窄，熟睡中嘅人根本冇任何閃避嘅空間。一個曾經受過軍事訓練嘅人，一旦決意行兇，佢嘅精準同冷酷係驚人嘅。佢先後襲擊兄長同阿嫂嘅要害，然後再將目標轉向當時喺單位內嘅人。一個曾經保護家園嘅軍人，竟然將武器指向咗自己嘅血親。呢種違反人倫嘅行為，即使喺大半個世紀之後睇返，仍然係令人感到不寒而慄。
據了解，當時單位內共有6個人，其中3個人當場死亡，另外3個人雖然身受重傷，但係僥倖生還，成為咗後來指控朱成才嘅重要人證。行兇之後，朱成才並冇即時逃離現場，反而作出咗一個更加瘋狂嘅舉動。佢企圖放火燒毀單位，毀滅證據。佢利用單位內嘅衣物同家具，喺幾個唔同嘅位置點火，希望製造火災嘅混亂，掩飾自己嘅暴行。然而，濃煙同火光好快就引起咗鄰居嘅注意，有人立即報警求助。消防人員同相關執法人員迅速趕到現場，將火勢撲滅，而且發現咗單位內嘅恐怖景象。呢單案最終造成咗3死3傷嘅慘痛結局。破碎嘅唔止係朱成才自己嘅家庭，仲有幾個家庭嘅未來。事件發生之後，有關單位迅速展開調查，而朱成才亦都喺好短時間內被緝捕歸案。據了解，佢被捕嘅地點並唔係遠離現場嘅地方，佢反而喺附近一帶徘徊，似乎仲未完全從殺人嘅亢奮同混亂中回復過嚟。呢單案件進入咗司法程序之後，引起咗社會極大嘅關注。當時嘅法庭審理過程中，朱成才嘅精神狀態成為咗一個重要嘅討論點。有辯護律師曾經提出，朱成才長期遭受家人嘅精神虐待，加上戰後創傷後遺症嘅影響，可能喺案發嘅時候處於精神失常狀態。然而，經過專業嘅精神科醫生鑑定，法庭最終認為佢喺行兇嘅時候仍然係具有清晰嘅意識同判斷嘅能力，知道自己喺度做緊啲乜嘢。呢個判決為佢最終喺1952年嘅結局埋下咗伏線。根據當年司法程序嘅記錄，朱成才最終被裁定謀殺罪名成立，而且依法判處極刑。據了解，佢喺聆聽判決嗰陣表現平靜，冇上訴，亦都冇求情，仿佛呢個結局係佢一早已經預料到。呢單案件雖然係發生喺1951年，但係佢對香港嘅社會造成嘅衝擊並冇隨住時間淹沒。佢令到六國大封相呢句原本只係戲曲入面嘅術語，變成咗形容家庭悲劇同極端暴力嘅代名詞。事實上，喺案件發生後嘅幾十年入面，唔少報章雜誌同埋書籍都曾經重溫過呢一單案件，每次提起都會引起讀者嘅一片譁然。有啲犯罪心理學嘅研究者甚至將朱成才嘅案件納入研究對象，分析長期嘅精神壓迫同社會邊緣化點樣將一個普通人推向崩潰嘅邊緣。朱成才嘅悲劇唔單止係個人性格嘅偏執，更加係戰後香港社會環境、家庭溝通缺失同埋心理支援不足嘅多重因素交織而成。佢曾經係一個保家衛國嘅軍人，但係當佢退下軍裝，成為一個流落異鄉嘅普通人嘅時候，佢嘅尊嚴同埋生存空間被一步步壓縮，最終爆發成不可挽回嘅災難。呢啲問題即使喺今日嘅社會，依然有佢嘅警示意義。我哋幾時有真正聆聽過身邊人嘅無助同呼喊？